台湾景气传出好消息了，国发会上新公布的7月景气对策信号是代表稳定的前景哦。虽然美国对电关税伫咧8月施行，影响到国际的贸易，但是国发会认为讲，因为 AI 的需求量真大，高效能运算嘛带动出口，下半年台湾景气有机会继续维持稳定。国发会公布7月景气对策信号，综合判断分数29分，甲顶个月差不多，并互连续3个月升定，表示景气稳定，各项个性项目拢无变。不过电子业出口表现好，动能强。全球经济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哦，像7月底的时候 ，IMF 还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测，跟4月的比有时候它是上修了。就是说，即使关税产生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美国的经济或是整个先进经济体，它的经济体还是有一定的韧性。其实我们看它的就业啊，其实都还不错，民间消费也还没有说很大的变动。国发会研判，只要台美关系谈判无出现重大利空，下半年经济也是能维持持定。国发会讲 ，AI 目标推动出口，高效能运算带动二体升级，厂商拢提前优惠，出口动能继续增强。AI 需求其实还是很畅旺的。那几大的就是 AI 的业者，它的资本支出一定还是成长的，像 Meta、Amazon、还有 Microsoft、还有 Alphabet， 他们今年的资本支出大概有3550亿元。跟去年的2300亿来比了，其实成长蛮多的。专家表示，虽然 AI 的需求正强，不过传统产业依然受到关税压力，产业两极化的现象正明显。资格总数也向上修正，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到4.45%，会当看出 AI 带动出口的效果正明显。不过国内的投资加全球的变数也是要正谨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